有啥的文学读互你听。今仔日也只要为大家读一篇妍妍老师的台语文章《苹果的滋味》。苹果的滋味，讲到人要活落去需要的物件，食物甲水拢是袂当欠缺的。伫食物这方面，鱼肉水果拢爱兼顾。较早我做囡仔的时阵，台湾的经济又袂起飞，大部分的家庭拢真善食，3顿顾会饱就真万幸啊！哪敢想想要食什么水果？而且迄当时的水果嘛无即卖的济。即卖的菜市啊，啥款水果拢有，爱啥有啥。一寡较早毋捌看过的水果，像红龙果啦、恐龙蛋啦、水蜜桃啦，这拢是后来才有的水果。阮细汉时阵从来毋捌看过，连听嘛毋捌听过。即马真俗的五叶红苹果，伫我做囡仔迄当时，是真高贵的物件，因为是进口的水果，贵参参，是好野人才食会起的。像阮兜爸母收入无济的家庭，一粒冷蚵就要5块银，平常时啊嘛无可能食会着。即卖的人可能无将5块银看伫眼内，但是伫我做囡仔的时代，5块银是真大。阮妈妈讲5块银是阮兜一日买菜的钱，所以平常时啊根本无可能食到5粒苹果。人就是足奇怪，愈贵的物件就愈想要食，我嘛是安尼。又会记咧，伫我细汉的时，毋知安怎，就是爱食苹果，拢袂记咧家己的厝内经济无偌好，搁歪喙家想要食好味，定定想想有一粒苹果通食。迄时妈妈的月给才600块尔尔，我煞一日到暗拢少想要食一粒苹果。无通食是真正常的代志，若会当食到苹果，就一定是真特别的时阵。我尚会记哩，每一年学校办晚祝的时阵，妈妈就会买一粒苹果，互我带去晚祝。我若是看到迄粒苹果，我的心情就好甲就要飞起来。晚祝的头一暝，我会甲苹果放在我的头壳边。我是遐尼啊惊暗时迄粒苹果互贼仔偷摕去，还是互鸟鼠偷食去。第二天透早，若看到我的苹果好势好势，我就欢头喜面。去晚祝的时，我拢嘛甲苹果摸过来摸过去，宝贝妮妮毋甘食落去。有几摆阮种的苹果是早起搁早转来，一直甲妈妈讲无食会歹去，我才赶紧甲苹果食落去。哦，迄个滋味足香足甜足好食呢！除了阮就有苹果会当食以外，阁有另外一种情形，我嘛会当食到苹果。迄就是我艰苦破病的时阵，犹原会记得我破病发烧，人无精神，戆戆神神，规日伫眠床顶休困，拢感觉有一粒千斤万斤的石头缀伫我的身躯顶。这个时阵，妈妈就会买一粒苹果，甲伊磨做泥，一汤匙一汤匙养互我食。
我若有食一粒苹果，通常是过无偌久，发烧就会退，人嘛袂阁艰苦啊，精神真紧就快活起来啊。对我来讲，迄粒苹果是宝物，是仙丹，真好用，一食路边就水好，真神奇，食苹果变得好。所以我细汉时真爱破病，三不五时就希望家己破一个仔病，因为破病就有苹果通食，偌好咧。后来我有读册，知影美国人有一句话讲，一日一粒苹果，就会当参医生保持距离。One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。原来囡仔时阵的我，爱食苹果毋是无道理的。无听到戆面戆面的我，嘛知影美国人讲的这个真理哦。我常常咧想，每一个人应该拢有家己生命的活水来源。在我来看，伫我囡仔时代，苹果是我生命中上大的活水来源。如今呢，我的生命活水，敢讲又是苹果，也是其他啥物件？苹果的滋味，这篇文章收录伫妍妍老师《学咱的活水》这本册内底。这本《学咱的活水》分做顶下集，顶集讲生活有23篇，下集为心情有21篇，拢是妍妍老师用文雅的台语写着生活的感动甲趣味。学咱的活水，一篇一篇的故事，拢是上水的台语文学。点点仔看，点点仔读，读妍妍老师对这片土地的爱甲记忆。苹果的滋味，学咱的活水。